如果我話俾大家知，你每一晚都經歷咗催眠嘅狀態，你會有咩感覺啊？好懷疑？好，就等我解釋俾大家知道。呢一個係我哋嘅睡眠嘅腦電波圖。喺大家每晚瞓覺之前呢，原來我哋都經歷緊呢一個階段嘅。依家我同大家講緊嘢，而大家亦都聽緊我講嘢嘅時候，我哋喺呢一個狀態，我哋嘅腦電波運行得非常之快，大約係14至到40下每一秒鐘。咁而當我哋每晚腦電波開始慢慢減慢嘅時候，一路去減慢到呢一度，去到1秒或者2秒先跳動一下嘅時候，大家就已經瞓着咗噶啦。所以我想話俾大家知道，催眠狀態其實係發生喺呢一個階段，即係話大家每晚瞓覺之前必定會經歷呢個階段。喺呢一個階段嗰度，大家會感受到嘅係一種好輕度嘅放鬆，一種好舒適。咁而一個催眠師要做嘅嘢就係將大家由清醒狀態帶到去呢一個催眠狀態，去俾一啲建議大家。當做完建議、做完治療之後，就帶大家翻嚟清醒嘅狀態。呢一個就為之催眠治療啦。